今日市場已經變咗，用戶反應越嚟越快，內容生命周期越嚟越短，產品競爭越嚟越激烈。一個方向唔夠，一個版本唔夠，一次性大預算投放，風險太高，創意太慢，測試就太少，測試太少，所謂經驗判斷，最後都只係 reasonable guessing。而企業真正需要嘅唔係更大膽咁估，而係更早睇到市場反應。所以我哋開始諗一個問題：如果企業喺正式投放之前就可以快速睇到唔同市場方向嘅反應，會發生咩事？如果一個產品 idea 可以喺幾分鐘之內變成多個視覺方向，會發生咩事？如果市場團隊唔使再等廣告公司重新拍片，就可以快速生成唔同短片版本，會發生咩事？如果老闆喺批准大預算之前已經知道邊個方向更值得投，又會發生咩事？呢個就係 Circus GPT， 一個為企業產品推廣而設計嘅 AI 產品市場測試系統。佢唔係簡單幫你整張圖，都唔係簡單幫你做條短片，佢真正解決嘅係一個更關鍵嘅問題：點樣將一個產品 idea 快速變成可以被市場測試嘅內容資產？由產品賣點到市場趨勢分析，由產品視覺到多版本短片，由唔同創意方向到小預算測試，再由真實數據入面出最值得繼續放大嘅推廣方向。以前市場團隊要等設計、等拍攝、等剪片、等投放結果，等到預算使咗出去先知道市場有冇反應。而家市場團隊可以先用我哋系統測試，先生成到個方向，先睇用戶反應，先知道市場關注咩，再決定預算應該放喺邊度。呢個唔係叫 AI 取代市場團隊，恰恰相反，呢個係叫市場團隊擁有過去只有大型品牌、專業製作團隊同高預算公司先具備嘅快速測試能力。設計團隊唔再只係被動改圖，內容團隊唔再只係被動寫文案，市場經理唔再只係被動等報告，佢哋可以更快提出假設，更快製作內容，更快驗證市場，都更快向老闆解釋點解呢個方向值得繼續投。呢個先至係 AI 對企業營銷真正嘅價值，唔係叫你整更多內容，而係叫你更早知道咩內容值得整，唔係叫你花更少錢，而係叫你少花冤枉錢，唔係叫老闆減預算，而係叫每一筆預算都有更清楚嘅投放理由，用小預算測試，最後將大預算投向最有反應嘅方向。呢個就係新嘅產品推廣方式：先測試，再投放；先睇數據，再加預算；先導方向，再放大結果。Circus GPT 嘅人工智能市場測試系統 AI-powered market testing system， 幫企業用 AI 產品視覺、短片生成同市場測試，重新掌握營銷預算控制權。市場預算真正可控，唔係因為你花得更少，而係因為你更早知道錢應該花喺邊度。記住，先測試再投放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面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